歡迎各位觀眾收睇流行都市。肝癌咧係一種好難醫嘅病啊，好多時候嘅死亡率咧同埋發病率咧都偏高喎。但係隨住醫學嘅進步啦，肝癌嘅治療領域咧都不斷有呢個新突破㗎，為患者帶嚟希望。我哋今日討論下咧一種叫做雙重嘅免疫療法，我哋請嚟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張歡耀醫生咧，同我哋講解下。你好啊，張醫生。張醫生你好，張醫生請坐。張醫生請教一下，肝癌係一種咩癌症，同其他癌症有咩唔同？肝癌咧係泛指喺肝引發嘅腫瘤啦，咁我哋今日討論嘅就係肝細胞瘤啦。咁同其他嘅癌症唔同嘅咧，其實佢相同方面咧，佢都喺肝裏邊發展啦。咁佢可以侵蝕血管啊、侵蝕淋巴咁樣，咁再擴散啦。咁同其他就癌症唔同咧，肝我哋要知肝癌之外，仲要醫埋肝本身嘅，因為引發肝癌嘅其實可能係肝自己嘅病。我哋可唔可以睇下肝癌嗰個發展咧？呢個係正常嘅肝啦，咁呢個係脂肪肝，咁脂肪肝咧，嗰啲脂肪會入咗去個肝細胞裏邊，代替咗正常細胞嘅。咁再嚴重起上嚟，要譬如肝炎啊，或者其他引起破壞嘅肝咧，咁啲纖維化咧會入咗去，代替咗正常嘅細胞肝嘅。無論脂肪肝或者纖維化嘅之後咧，咁嚴重起上嚟可能會肝硬化，咁個肝會嗰啲纖維化會令到肝嘅細胞裏邊咧會變咗一嚿嚿，嗰就係肝硬化。呢樣嘅醞釀期要大概幾耐啊？可以係漫長嘅，話好短時間。可以好漫長嘅，即係由肝破壞至到肝硬化咧，可能超過5年都可以有嘅。咁所以中間如果發覺有呢個症狀嘅情況咧，係我哋希望可以逆轉到嘅。咁先講下肝癌嘅成因係咩咧？香港嘅最大嘅成因咧，其實超過70%都係乳類肝炎引起啦。咁雖然乳類肝炎已經有80年代開始已經有肝炎針可以打啦。咁我哋見到個趨勢係跌緊，即係乙肝引起嘅肝癌係跌緊，咁但係仍然係最主要嘅原因嘅，超過70%都係嘅。咁丙肝都係一個，不過比較少啲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講過嘅脂肪肝引起嘅肝硬化，再引起嘅肝癌啦。咁隨住乙肝少緊咧，咁其實呢個已經開始升緊嘅。咁另外就有酒精類引起嘅肝硬化，係咩肝癌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啲遺傳病引起嘅新陳代謝嘅疾病引起嘅肝硬化都可以嘅。有毒嘅物質，譬如呢個發毛嘅花生啊或者大豆引起嘅呢啲毒品都可以引起肝癌嘅。嗱，張醫生喺話咧打過針之後咧就有防止呢個肝癌發展咧，係咪打針？即係細個出世打針之後，就保證長大有抗體㗎啦。呢個唔係嘅，因為我哋都見到有啲細個打咗乳類肝炎針嘅人咧，咁其實大個咗咧都係發覺冇抗體喺血裏邊。咁唔係100% 可以 guarantee 一定有嗰個免疫力嘅。咁如果係呢啲情況咧，咁可以徵詢呢個肝科醫生睇下需唔需要再打返呢個肝炎針咯。好啦，又想請教下張醫生，點解肝癌咁難發現？肝一個好大嘅組織，一個好大嘅器官啦，咁同埋肝嘅功能好強大嘅，咁要破壞到好緊要咧，你先至發覺嘅有肝功能受損，甚至係一個症狀嘅。咁所以呢個係其實引起令到呢個肝癌咁難發現嘅原因咯。所以即係通常到發現嘅時候都係比較後期咁樣咯喎。可以比較後期，咁但係其實香港嗰個23年嗰個統計咧，其實有大部分都係早期，超過一半，有一半都係早期發現嘅。咁嗰班病人可能根本已經係自己乙肝咧，佢定時有呢個普查，或者佢真係做體檢嘅時候發覺。咁講下治療嘅方法啦，係咪唔同嘅階段咧都會有唔同嘅治療方法咧？係嘅，咁如果早期即係譬如個肝腫瘤仲係好焗喺個肝裏邊啦，或者個肝腫瘤好細咧，咁手術或者呢個換肝咧係一個主要嘅手段，可以根治個病。咁當然如果細嘅腫瘤可以射頻消融都可以一個方法嚟嘅。咁如果中期啦，譬如個肝個腫瘤係未擴散嘅，但係譬如個肝已經好廣泛受到已經影響到嘅。咁嗰個時候咧，我哋可以用呢個經血管嘅化療栓塞嘅方法啦，或者呢個放射治療栓塞嘅方法啦。咁而家體外放射嘅技術已經先進咗啦。咁體外放射都係可以一個方法嚟一個控制嘅病嘅。
咁要去到晚期，譬如個腫瘤已經擴散咗啦，咁要呢個系統性治療啦，包括呢個標靶或者一個免疫治療。喺你講免疫治療，免疫治療嗰個功能上同埋個機制上面係點樣樣嘅咧？而家我哋最常講嘅免疫治療咧，其實係一個用呢個藥物啦，嚟令到你身體裏邊嘅 T 細胞重新認得去攻擊佢。睇下圖得嘛？好。咁其中一個癌症令到你自己免疫細胞唔識攻擊佢咧，就係呢個 PD-1、PDL-1嘅方案啦。咁癌細胞嘅 PDL-1咧會黐住咗嗰個 T 細胞嘅 PD-1嗰個受體，咁令到 T 細胞覺得佢係自己嘅身體嘅細胞，就唔會去攻擊佢。係啊。咁免疫治療咧 ，PD-1或者 PDL-1呢個抗體咧，咁其實係黐咗落去嗰個 PD-1、PDL-1嗰個受體裏邊，重新令到 T 細胞覺得嗰個係外來嘅物體嚟攻擊佢嘅。哦，咁雙重免疫療法又係咩家伙咧？咁除咗 PD-1、PDL-1呢個機制之外咧，咁其實身體仲有幾個機制咧，係令到個 T 細胞唔會攻擊嘅自己嘅方案嘅。咁其實另一個最常用咧就係 CTLA-4啦，呢個抑制方案啦。咁雙重免疫就係 CTLA-4另一個標靶嚟控制呢個 CTLA-4個方案嘅。咁免疫療法適合咩病人咧？咁如果喺肝癌方面咧，佢而家其實已經係香港大學嗰邊已經有一個好出色嘅研究咧，發覺咗雙重免疫治療係一個好好嘅機制嚟控制個病嘅。咁包括呢個生存機會啦，呢個生活質素啦，都係一個好好幫助。咁亦都係呢個治療方案咧，被美國 FDA 同埋呢個歐洲嘅監控單位咧，係批准咗用喺第一線嘅肝癌方面嘅。咁如果個病者去到第4期肝癌啦，張醫生遇到呢個雙重免疫療法有冇困難咧？其實嗰個雙重免疫治療嗰個方案咧，其實同一般嘅免疫治療一樣嘅。係。咁但係因為雙重免疫治療咧，佢嗰個免疫個反應更大，咁所以咧要個臨床嘅團隊要更小心去揀選，同埋更小心觀察嗰個病人啦。而家咧港大醫學院啊，就有咧即係2種嘅新型嘅藥物啦，配合呢個雙重免疫療法啦，成效係點啊？咁如果我哋睇翻嗰個36個月嗰個報告咧，其實係嗰個總體生存率咧，雙重免疫治療咧大概35% 度啦。咁如果係用翻佢比對照組咧，係一個傳統嘅口服標靶嘅，咁大概係20幾% 度啦。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嗰個免疫治療嗰方面咧，有70%嘅用免疫治療方面咧，有70%嘅病人咧，其實佢都嗰個病情都有相當之好嘅控制嘅。咁如果睇翻嗰個腫瘤嗰個反應率咧，咁雙重免疫治療嗰個反應率大概係36%，咁而家係大概係3倍高於呢個用口服標靶嗰度，口服標靶大概10幾% 嘅啫。咁另外咧，用雙重免疫治療嗰班病人咧，咁有效嘅率咧，有效控制嘅時間咧，大概30幾個月。如果睇翻個口服標靶，大概1年度。張醫生，你講到個傳統治療方法同埋而家新嘅雙重免疫治療方法，佢哋互相一齊做呢個療法嘅時候，嗰個制衡性或者個協同性大唔大嘅咧？如果而家暫時都係用雙重免疫治療或者係用標靶是打一個嘅，咁係好少係大家一齊使用嘅。如果化療嗰啲一齊做埋咧？如果化療喺肝癌方面咧，我哋以前做咗好多研究，化療嗰個效果喺肝癌就好差嘅，就大概10% 度。咁預防勝於治療啦，有啲咩體檢或者咩方法等市民去預防呢個肝癌咧？咁如果你係乙肝帶菌者嘅話咧，咁我哋建議病人定時去抽血肝功能或者呢個甲胎蛋白嚟睇下有冇問題啦。咁亦都係定時做超音波睇下個肝有冇異常物質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係酗酒嘅話咧，梗係要戒酒啦。咁同埋要定時做呢個超音波檢查，睇下有冇呢個肝硬化或者肝癌咁啦。咁另外如果係要有定時嘅運動啦，減少呢個肥胖啦，減少個脂肪肝嘅危險啦。咁另外要避免食呢個有毒嘅物質，譬如黃曲霉素即係個發咗毛嘅食物啊咁樣。張醫生，如果佢嘅工作係接觸好多化工原料啊，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嘅咧？咁嗰啲第一要
有呢個保護性嘅衣物啦，咁唔好接觸啦。咁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就我覺得應該好似乙肝帶患者咁，定時做呢個超音波檢查同埋呢個抽血嘅檢查咯。張生，你頭先講嘅全部都係體檢，有冇話唔使去做咩體檢，或者知道自己係出現咗呢個問題？頭先講個肝係一個好大嘅器官，你要個肝癌令到你有症狀咧，其實要好後期先知。咁所以咧，其實係如果當然啦，你冇自己係好健康嘅，你都可以每年做一個體檢，做即係一個普通嘅體檢，可以睇下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有呢個危險性存在嘅，咁其實應該做一個比較專注啲嘅檢查。總之做體檢就最確實㗎啦。喺你發病之前，令到嗰個病唔會發生。多謝晒張醫生講解，提醒各位觀眾有唔明白嘅，記得請教醫生或者專業人士。